细汉，爸爸穿秋衫，看伊拢着抬头看。大风大雨拢惊，永远悬悬徛伫遐。我今天上节目的意义有多大？为普天之下的爸爸，我要叫一个冤屈。哎呦，大家你看这么辛苦当个爸爸有没有？哎，没事那个在学校这个记大过，还要爸爸去被挨骂。哎，结果他没有他的歌。这是谁有什么有爸爸的歌？大家举手，举手！我奖金2000元。没有。我们看看啊，出人头地之类的歌，你有没有？啊，以这首歌曲是吧？有的话，我们就是把它献给爸爸，不就好了吗？好不好？那个不想出人头地，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不易。那个不愿跟风着急，首先要问一问你自己。哎呀，朋友，你有没有自暴自弃？哎呀，朋友，你有没有自暴自弃？哎呀，朋友，你有没有尽心尽力？不努力怎么能出人头地？哎呦，爸爸，你为什么早上起来我看到你那个脸色好难看？你为什么看到我一直都不理我？你为什么一直对我都是不理不睬呀？哎呀，爸爸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两个人在一起，你亲我一下，我抱你一下，那个事情到底什么东西？叫做恋爱呀！哎呀，爸爸。要是你不告诉我，我一辈子都是会很难过。所以讲，你一定要我今天一定要叫你同我讲个明白，为什么的爱在哪里啦？那时候我爸爸已经50几岁了。那你知道我在那个远处哦，那个信义路看到他骑摩托车来，那么大个个儿，骑个50cc 那种韩客路，你知道，因为穷嘛，然后这样我就很心疼，我都跟他讲，我说我将来赚钱给你哦，买车子，差不多3点多的时候，然后我在洗澡，我就突然感觉很不舒服，就对了，我就从浴室一出来，电话就响，我一接就是我阿姨，也就是我爸爸他在取，就打跟我讲说你爸爸在福和桥。就出车祸这样，已经过2个钟头才被发现。哎呦，对，那就骑摩托车。对，当时我就是第一个念头是怎么我朋友的祖母没事，然后因为人很奇怪那个感觉，你还是没有，我从来没有面对过死亡，那是我第一次，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很难相信，完全就是，然后因为台湾都没有亲人，然后。我必须要去认尸，是一个17岁的小孩子，然后清晨的6点，我就到台大去认尸，然后就看到我爸爸，就是很高大，然后躺在那个台子上面，那个脚都超过那个台子这样，然后当时就是一直哭嘛，可是中国的习俗哈，那个眼泪就是不能滴到他身上，滴到他身上就把我。拉开，我就说中国人很残忍啦，因为你这么深的痛的时候，他还不让你去碰那个人，这样。那当时我记得我身上钱很少，很穷嘛，买了很多莲花座，在那个台大的停尸间，然后几乎所有的莲花座都被我拼了命的要把它买下来，去弥补。就是我明知道那个摩托车这样，我也有好像什么。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首歌还没录啊，朱大哥嘛。可是你知道那个歌词我根本没有办法唱。那后来是我的阿姨跟我讲说，你爸爸每次回家哈，就我父亲他再娶，你爸爸每次回来都讲说，如果他出唱片的话，我可以听到哈。我也算是有个女儿，做音乐这样，然后我才。下了心，就是去把这首歌录好。那在我父亲火葬的时候呢，就是烧给他听这样子。爸爸不要说，爸爸不要说，我还是一个好女孩。爸爸听我说，爸爸听我说，我也会有我的想法。
说，爸爸不要说，有些话我想要对你说。爸爸听我说，爸爸听我说，有一天我一定会成熟。要送什么礼物给爸爸？先用一首歌，我们大家来猜猜看，好吧？对，一定要让大家上。来，老师猜一下，请了。来唱这首歌。讲起来就讲到我这个费玉清了。是我们俩。你爸爸？我是我家里的这个幺儿子。是。我爸爸很照顾我。哦，那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是家里面老二，中间第二个。我爸爸最疼第二个小孩。那不是好像最疼我了？不，最疼我。我们是同一个爸爸。真不能。哎呀，令珍最近还好啊？是。说到我们家庭啊，我们家是个神仙家庭。哎呀，爸爸留给我们没有，我们都是小康之家，以前都是公务人员家。对。我们父亲留给我们最好的一样礼物就是什么？给我们一个这个乐观进取的人生观。哎，这是神。哎呀，不管在处在任何什么阶段啊，或者是我们不一定他哪晓得我们会从事演艺工作，不管我们在社会，不管将来从事什么工作，他都告诉我们要像这种满足感呐。然后呢，这个怎么讲？欲望不要太高。对，欲望不要太高。哎，你怎么蛮了解我爸爸的？千百惠还没有讲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在颤抖；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泪水也悄悄地滑落；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才知道寂寞是什么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谁听我诉说？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合唱一首歌曲，献给世界上所有伟大的父亲。好，好不好？我们唱这首叫做《我爱爸爸》。我爱爸爸。哎，老师请了。我爱爸爸，我爱爸爸，爸爸他真演小孩，爸爸他心